历史老师甲家己的和解，看到老晓坡过身，因阿兄老晓光伫记者会顶头公开讲感谢党的照顾的消息。即款国家暴力、秩序熟悉赛的抢份人的剧情，互我想起一则有影发生伫朋友身上的故事。迄个朋友捌讲，我一直袂当谅解阮阿公，为虾米伊要做即款代志，互掠去关？我一直袂当谅解阮阿公，为虾米伊要害厝内人活伫伊的乌影内底，甚至警察阁会定定来甲阮刁难？一切拢是伊想过的自私，一切拢是伊想过的自私。伫台湾还未戒除戒严的迄个年代，朋友的阿公因为参加党外活动，互掠去关。迄当阵伊还细汉，厝内人无通了解为虾米阿公会互掠去关。敢若知影阿公背骨，厝内人为着安尼，互厝边头尾讲闲仔话。袂输这是一件见笑代，为着莫互人看无，伊逼人较拍拼，一路读到师范大学的历史系，毕业了后做历史老师，互厝内人感觉真请赢。七广年代的党国教育真成功。说互伊无法度为知识分子的官渡来看待因阿公互国家判的罪行。伊对阿公的无谅解愈来愈深，一直到阿公过身，这个心结还是无通透开。伊退休了后，伫一摆的活动熟识台湾史学者张剑宪老师。伊讲，老师知影我师范大学毕业，嘛是位高中退休的历史老师。甲伊熟识的头一工，伫游览车顶悬，老师坐伫我边仔，为着会当斗阵开讲，阮三个人坐两位。虽望阮的立场无相像，老师还是斟酌听我讲。我嘛介认真听老师分享。迄摆的活动刷落来4天的课程，互伊开始认捌即个倒事发生的，前到呾毋捌有人甲伊讲过的历史。即款的冲击，互伊规个人亲像地动了后的厝，放甲喙糊糊。要行上中间的路途是真遥远，连续几6冬，伊透过自我找找，不时甲家己咧对话，偷偷仔甲家己的信念捡转来。伫找找的过程中，心内阿公的模样渐渐仔浮出来，心肝头的结嘛慢慢仔透开。即马已经会当若笑若流目屎，甲我讲即段故事。伊悠然有济济的自责甲毋甘，毋过总算会当面对阿公，甲心内迄粒大石头放落来啊！伫独裁政权内底生活的人民，定定会发生即款矛盾又搁互人受气的故事。一个人受国家机器的迫害，毋若是伊一个人咧受苦尔，连伊上亲的人嘛拢会受到社会的责难甲拖磨。台湾
解验三十冬啊，即个时阵想起即件代志，毋是要责备人，是仰望所有经过白色恐怖年代的受难者家属，拢会当得到谅解，互因通甲历史、甲家庭，嘛甲家己和解。